各位，我哋再睇翻啦，被北京公安扣留嘅本港保釣人士楊康，佢係啱啱啦就翻到嚟香港嘅機場。佢咧就喺星期四、星期五啦，嘗試係探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太太劉霞，但係就唔成功。而內地維權人士胡佳就話啦，楊康係喺星期五晚啦係被10幾個嘅便衣警員毆打之後帶走㗎。咁見到現場咧有大批嘅記者啦，另外咧有人民力量嘅成員咧亦都係去到現場接楊康基。咁內地維權人士胡佳咧就曾經喺社交網站度話，咁當局啦係以尋釁滋事罪將楊康驅逐出境。咁原本楊康咧就原定應該係啱啱6點幾就會翻到嚟香港啦，咁但係因為航班有延誤，啱啱啦先抵埗。嗱，楊康啦喺當日啦嘗試喺北京探望劉霞嘅時候咧，亦都係有本港記者啦喺北京採訪期間咧係遇襲㗎。嚟今日咧，亦都有政黨係因為呢一件事啦，係去到中聯辦嗰度請願。除咗有人民力量嘅成員嚟到迎接之外啦，前線嘅成員呢亦都係有嚟到。飲啖水先。楊康嚟㗎，楊康好，得，咁就得啦，OK， 好，再前少少啦，咁就有得佢啦。張生放張 banner，OK， 得。大家可唔可以再再就一就咁就得啦 ，OK， 咁好啦，好得啦，開始。楊康，想問一問咧，就係上一次咧去釣魚台咧都係英雄歸來啦嚇，又俾日本仔捉咗，咁咧就釋放啦。咁今次咧就係即係翻到國內咧，想表達你嘅意見咧，亦都係俾呢個中國咧捉咗。呢兩次嘅事件咧，你係有啲咩感覺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係遣返嚟嘅咧，我3次我已經經歷過3次㗎。第一次係1998年嘅釣魚台號被撞沉嗰下咧，我哋係要被遣返翻嚟嘅，因為係非法入境。咁第二次被遣返咧，就係喺日本，喺舊年嘅8月17號，係因為亦都係話我哋非法入境而遣返嘅。今次咁啱亦都係遣返，咁我唔知點解會喺北京翻嚟香港會係一個遣返，即係其實係同埋喺一個中國裏邊點解會有一種咁嘅遣返咧？咁我覺得呢個係覺得比較特別嘅。咁當然啦，翻到嚟自由嘅香港咧，其實我好開心。我而家其實係因為幾日與世隔絕咧，我其實反而最擔心咧係喺3月8號當日喺樓下嗰個小區外邊被襲擊嘅記者嗰個情況。因為我完全係收唔到對外界又收唔到任何消息啊，亦都好感激佢哋一直堅守咗喺前線上邊，一直都叫我走，而係冇擔心過佢哋自己，一直喺度堅守住到最後咯。呢兩日呢個有啲大批大增㗎喎，北京嗰個係點？同埋你講究竟嗰幾十個鐘頭其實係個情況發生過咩事？其實係佢哋叫嘅一個正常程序嚟嘅啫，咁就拘捕我嗰下，好似係已經係有朋友拍咗片喺網上流傳緊啦，咁就嗰一下係比較粗暴嘅，之後其實都冇太多嘅衝突，冇任何嘅粗暴，咁就前面24小時係佢哋嘅一個審訊嘅時間啦，咁過咗嗰個時間之後咧，其實就係辦理一啲手續，最後嗰個決定其實係因為尋釁滋事咧而拘留5日咧，就最後係唔執行直接驅逐出境咁嘅。咁但係會唔會擔心即係以後啲有冇收到你回鄉證啊？同埋以後會唔會擔心可能即係有翻唔上唔到單？其實因為嗰2日咧都好混亂啊，咁喺混亂當中咧，我已經係之前係已經揾唔翻個回鄉證，唔知喺邊度失落咗，咁就暫時我都未知道日後會點啊，因為嚟緊嘅依年咧，其實同國內嘅民運朋友咧係溝通咗，大家安排好今年都會係盡量努力去喺釋放良心犯呢方面嘅工作嘅。咁
安排好嘅工作，但係因為可能個出入境嘅關係，可能會有一啲變動咯。但係我暫時都仲未知道嗰個詳情，即係可唔可以翻入去，我都係未知。其實當局咧咁行任之事對驅逐你出境，你覺得合唔合理啊？我覺得唔合理啊！其實大家喺鏡頭前邊其實都睇得到，當日我係用一個好平和嘅態度去辦一個佢哋認為係官方認為係好合理嘅手續去。希望去探訪樓下嘅，但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其實係未對我作出任何嘅攻擊之前，就已經同記者係發生好大嘅一個衝突咯。其實拘捕嘅過程係點樣，同埋其實期間咧點樣同公安去傾？即係公安同你講過啲乜嘢？可唔可以個詳情即係講翻出嚟咧？嗱，部分詳情其實我係唔方便講，因為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戰友啦，好多嘅網友仲係可能會受到一定嘅牽連啦。咁我有裏邊嘅詳情我唔可以講得到。咁就但係咧喺嗰個過程裏邊，我當日其實離開咗現場嗰陣時，其實我一直都仲喺度打聽緊個消息，即係喺前線嘅記者，佢哋依家仲喺北京，咁佢哋嗰個情況係點樣？我係較為擔心，仲喺度打聽緊嘅情況下，其實就去咗一個朋友屋企度坐咗陣，離開嗰陣時就拘捕咯。其實俾你拘捕嘅時候，有冇話即係有啲暴力嘅對待，同埋即係之後即係下落不明嗰段期間咧，其實有冇即係俾人即係打過啊？定點樣？拘捕我嘅時候係撳咗我喺地下，係頭掂到地嘅。咁我睇到就係地面上面有我嘅鼻血咯，係嗰一下會粗暴啲咯。咁之後按佢哋嘅説話講，嗰一下就叫做專制啦。其實今次咧係咪你預先咧已經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去呢個四川咧做呢個係即係做呢個濟民嘅工作，然之後係已經係早有部署咧係即係探望樓下咁樣㗎？冇㗎，但係其實我即係最早諗到嘅咧，就係去四川探訪一啲小朋友啊，送一啲寒衣啊俾佢。跟住之後嘅行程咧，其實我一直都冇任何嘅時間表去限制，即係只不過係今年裏邊要做嘅嘢，我既然嚟到啦，我不如做咁啲先啦咁嘅。咁就其實之前有諗過去探望好多唔同嘅人啦，甚至去一啲監獄裏邊去探望一啲良心犯嘅。咁但係邊個先邊個後咧？可能只能夠係喺個行程裏邊咁啱我今日嚟到呢度，我就做今日喺呢度嘅嘢咁咯。其實你拘留嗰幾日入邊咧，有冇香港政府嘅官員去即係同你接觸？唔好意思，我答咗你先。其實由整個過程裏邊冇任何香港官員同我接觸㗎。咁到呢一刻，我係未知道香港嗰方面係收唔到消息啊，定係真係唔打算喺即係港人喺內地發生問題嗰陣時唔打算去幫手咯。即係佢哋係冇接觸，即係冇係冇翻地冇直接翻到嚟香港而家都係啊，甚至我嘅機票其實係向內地嘅一位警官借錢去買嘅，因為我個戶口俾人凍結咗，咁現金唔夠，咁個警官係借3000蚊人民幣俾我買機票。其實今次成功俾你入境咧，會唔會係因為咧上次你成功去咗釣魚台啦？咁樣嘅就係即係中國方面係比較寬鬆俾你入咗境咁樣。我一直入境冇限制嘅，一直入境冇太大嘅限制，係可以正常出入境嘅。你擔唔擔心之後會即係可能俾即係內地當局會限制你即係翻上去？呢方面我唔擔心，因為其實我父母都喺內地啦，咁我即係你就算係冇正常途徑俾我都係自己要諗辦法翻去探父母噶啦。擔心以後都翻唔到去探父母？我諗唔會咯，我一定有自己嘅方法翻得到去。其實你俾公安扣留24小時，應該尋晚就應該已經係獲釋啦，但係你到今朝亦都未能夠同。係佢，因為佢最後嗰個決定係驅逐出境，即係驅逐出境之前都唔會放我出嚟咯。暫時會唔會有下一步嘅行動啊？即係可能會。暫時未定得到，因為其實係呢2日我同外界完全隔絕咗，我未知道其他啲朋友係點樣樣，同埋係整個形勢係點樣樣，其實我都未知道。你覺得釋放咧，需唔需要係簽過呢啲咩什麼悔過書啊、諸如此類嘅嘢？嗰部分其實我唔想去多提，因為仲有其他朋友可能受牽連。整個行動裏邊係除咗我哋4個人露面嘅4個人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喺，特別係啲網友啦，係一齊幫手嘅。咁佢哋或多或少其實都會受到一啲牽連。咁係咯，嗰部分詳情我唔想再多講。你意思啊，即係你嘅意思啊，即係話仲有其他朋友係咪即係除咗拘捕你之外咧，又拘捕埋其他朋友？
係啊，其實有好多朋友喺15號兩會結束之前咧，其實佢哋都係行動唔自由嘅，咁好多係軟禁喺屋企咯。你俾人拘捕嘅原因係因為你嗰朝早喺個區內有啲成分一定係話佢哋有冇即係警方有冇講翻係邊一樣？佢哋認為係因為我嘅到訪去探訪樓下，而令到嗰日喺嗰個小區外邊發生衝突啊。今次到最撈尾都唔成功，即係探訪到阿樓下啦，會覺得今次嘅行動究竟係成功啊定係失敗？其實成功與失敗唔係因為我哋，而係因為攞住公權力嘅當權者做出一啲好唔合理嘅限制，即係譬如呢2年嚟樓下完全佢自己嘅生活係與世隔絕嘅。呢樣嘢唔係因為佢犯有任何嘅罪行，而係因為佢只係因為佢係樓下，或者因為官方拿住咁大嘅公權力可以濫用。本身嘅行動係想點樣嘅？其實成個原本嘅行動其實我哋整個行動嘅原意係想俾與世隔絕嘅樓下咧一個鼓勵。咁當然啦，我仲有其他任務，就係假如我真係可以見到樓下嘅，其實係我作為前線嘅執委，作為人民力量嘅成員，其實係帶咗一啲禮物啊，一啲物質上嘅嘢，譬如係金錢啊嗰方面去俾佢嘅，做一啲禮物嘅。但係係咯，好不幸我真係到唔到，咁就變咗喺樓下嗰度。其實我覺得第一日嘅探訪係成功嘅，因為喺我哋嗌咗幾句之後咧，屋裏邊係有動靜，樓下係嗰陣時着咗房裏邊眼燈。咁我相信我哋俾人哋推出去個小區之前嗰一段咧，樓下係見得到我哋個背影啦。第二次咧，晏晝時第二次其實我係想，第二次我唔肯定能夠探得到佢，即係只不過官方講俾我扣留我嗰陣時講俾我聽係應該辦一個正常嘅手續，先至可以探訪。咁我就嘗試去因為剩翻一個人啦已經係，我就嘗試辦一個正常嘅手續入去探訪嘅。咁跟住就發咗衝突啦。你帶佢嘅禮物同埋啲黃絲帶咧，有冇係即係俾呢個係大陸嗰邊有冇收咗？冇，黃絲帶其實仲喺我背嘅。至於嗰啲金錢或者係禮物咁樣咧？嗰部分嘢其實因為依家我自己個戶口咧被凍結咗，我都未知道會係點樣樣咯啊！你講係內地嘅戶口被係啊佢哋有冇通知你話幾時會解決？其實成個過程都係不滿意嘅，因為無論係交通啊、春運啊，都會其實幾難受啊！一直成個過程做任何事喺大陸咧，都會同香港有一啲唔同，都會係難受。但係我反而係特別係呢2日咧，最擔心嘅係當日發生咗衝突之後受傷嘅記者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咯。其實呢個事件咧，即係香港咧都有好多嘅官員啊，或者嗰啲記者都問佢哋咧有咩反應去營救你或者係幫你啊咁樣。咁你聽唔聽到啲咩消息啊？或者係即係對於呢啲議員嗰啲咁嘅反應咧，會係太多遲緩啦，根本係幫唔到你或者係香港人。其實我諗，如果嗰部分人或者係香港政府要去幫，唔難㗎。當時喺北京係其實開緊兩會，咁我有港區人大、港區政協喺度。如果佢哋要幫，其實係我諗係可以係最高效率㗎咯。而且有香港政府有駐京辦，咁係咯，確實係。釋放嘅，你覺唔覺得係佢哋幫你啊？定係話有某啲原因你又獲得釋放？我認為我自己無罪嘅，應該係獲得釋放嘅。即係遲咗3日，我都覺得係好唔合理嘅一樣嘢。唔該晒。即係你覺得係佢哋幫，唔會係佢自己。